Hello，大家好啊！又係我菠蘿包。今日我哋一齊嚟用一種新鮮嘅香草嚟煮意粉。呢種香草佢就係羅勒啦。用過呢一種香草嚟處理料理嘅朋友唔知你有冇覺得喺料理嘅過程中好難保持到佢翠綠嘅顏色？係因為羅勒佢本身含有容易氧化嘅酚類物質，當佢同空氣中嘅氧接觸佢就會氧化變黑。今一集我就想同大家分享用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嚟保持到佢翠綠嘅顏色。我哋一齊嚟處理今日要用到嘅材料，呢啲係洗乾淨處理好嘅蝦仁就8隻，加入蝦仁一齊煮呢個意粉食落就冇咁寡啦。跟住就加入調味料，少許嘅鹽，同埋少許嘅黑椒粒，將佢撈勻擺埋一邊醃佢15分鐘。蒜頭就4粒，將蒜頭嘅衣刨乾淨。加入蒜頭去料理呢個意粉，唔單止可以增添意粉嘅香味，而且蒜頭又可以有殺菌嘅作用。呢4粒蒜頭我會先將1粒個蒜頭切片，用來煎蝦用嘅；另外嘅3粒就擺到最後用嘅。蒜片切好咗之後就裝碗備用。呢種新鮮嘅羅勒我會用到30克。啲羅勒買返嚟之後我哋要先處理下佢。我哋要嫩嘅部位，老嘅梗就唔要啦。然後將羅勒洗乾淨，放埋一邊備用。今次我就會用呢種新鮮嘅意粉啦。我會用到4個，或者你可以用乾嘅意粉。所有材料都準備好啦，而家就熱鑊，加入少許嘅橄欖油，加入切好嘅蒜片，將佢先爆一爆香。跟住就將蝦仁放入去煎。我哋用中火將蝦仁嘅每邊大概煎1到2分鐘，將佢煎熟。啲蝦仁煎熟咗之後將佢裝碟備用。跟住就煲滾一煲水，加入1/2茶匙嘅鹽，再將啲意粉加埋落去，用筷子將佢攪散，等佢煮4分鐘。利用煮意粉呢個期間我哋嚟做一個醬。先喺攪拌杯加入3粒準備好嘅蒜頭，將啲羅勒切短。再加入到攪拌杯，再加入2茶匙嘅橄欖油，再將佢攪碎。攪拌嘅時間唔適宜過長。跟住就熱鑊加入橄欖油，再將攪拌好嘅羅勒醬倒埋入來。用熱油逼出羅勒嘅香味，炒佢嘅時間好短，炒10零20秒就可以啦。用最短嘅時間嚟保持佢嘅顏色。再將煮好嘅意粉撈埋入來，再倒埋入啲蝦。呢個時候就會熄火啦，然後快速咁將佢撈勻。羅勒接觸到氧氣佢就會變黑。我哋喺料理嘅過程中利用最短最快嘅時間嚟完成，同樣都可以保持到佢翠綠嘅顏色。撈勻咗啦，就可以將佢裝碟啦。裝完碟之後再磨成一啲芝士碎，一碟香氣4日嘅羅勒蝦仁意粉就做好啦。你未食到啲意粉你已經聞到啲羅勒喺空氣中飄出嗰種香味。你一啖食落去成個口腔都係羅勒嘅香味。啲蝦佢食落去彈牙嘅，爽嘅。啲蝦加咗一啲黑椒，再同埋啲羅勒味夾埋一齊，佢哋兩者夾埋一齊真係絕配啊！如果你中意就試下整啦，請分享埋俾你朋友啦。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請你訂閱、
同埋分享我個頻道，打開埋隔離嘅鐘仔，我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喇。多謝晒。